结束，不是结束，啊副歌这样。你说副歌结束那种，我不知道，就代表整首结束。你爱接你听，所以你比这样的时候还要弹副歌，比这样的时候还要弹副歌。就是结束尾奏的概念吗？尾奏。这样不是副歌吗？但是刚刚结束是。但是你们就是结束在这里了，你们不是结束在这一句。你会突然3比完比这样吗？对啊，你们结束在那。他的意思是，就这样结束了吗？不是，夏牧师的意思是他比这样，我们要回副歌到结束。不是吗？最后那个上副歌的。因为副歌原本我将初心承担也要停在这，对不对？我将初心承担。就我们刚刚结束的样子。就刚结束的样子。就我们结束的样子。还有结束在那一段的副歌。为什么感觉好像？为什么你比3又会比这样？因为他比赛要唱这爱真坚定。有可能人家只是重复一3。对啊，那这样的话怎么结束在那边？不是结束在，那不然就先是结束在那个，就是你们的结束对不对？还是我要怎么比？因为我们的结束是在副歌啊。对啊，所以那可是我如果比副歌，我会再重复唱第2节，然后接第3句。大家会直接不见。那不要比这样。可是我都比唱副歌，我会唱第2节的副歌啊。然后就在唱副歌的时候就比结束。不然这样子的话，就是代表是最后一次副歌了。对啊，现在一直是这样，我怕大家直接结束。就是这样子是最后一次那个副歌。还要再一次，就还要再一次第3句。不是，是，反正我们懂就好，我们懂就好。反正就是你要结束，真的说比赛，好，这就是最后一次副歌。对，这是第1节，其实就是你们的结束。对，但是我们结束就叫副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能够一起聚集在这里敬拜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加快喽！嘿，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一起说，神的雨浇灌着土地，神的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生命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生命量宣扬，你是我王。我们一起跟前面左右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他。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一起来，神的雨浇灌着土地，神的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神的雨，神的雨浇灌着土地，神
注倾听他声音，一起说，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你的话语是我苏醒，看见允许跨越与你对齐，突破黑暗，将不再隐藏，生命因你发光。我们大家一起说神恩雨，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神恩雨，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一起唱。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生命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你的话语是我苏醒，看见应许，跨越与你对齐，突破黑暗，将不再隐藏，生命因你发光。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我王，你的话语是我苏醒，看见应许，跨越与你对齐，突破黑暗，将不再隐藏，生命因你发光。我们一起来说因你发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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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说因你发光。哈利路亚。我们不停止的来赞美他，我们将我们的心敞开，我们把我们的脆弱敞开，放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渴望他的爱，我们求他的爱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唱，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心中隐藏的脆弱，渴望你的爱温柔触摸，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我。我们真的再唱一次，我们再一次来跟神说，敞开我心中隐藏的脆弱，渴望你的爱温柔触摸，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我。因我受造奇妙，我心已深深知道，披上神荣耀外袍，我将如星辰般闪耀。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全地之上。你何等良善和美好，配得一切颂赞夸耀。我们再次来唱，再次跟主耶稣说，我们敞开心中的脆弱，我们渴望他的爱来触摸我们，我们不再停留在虚假伪装中。哈利路亚。敞开我心中隐藏
的脆弱，渴望你的爱温柔触摸，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我，因我受造，因我受造奇妙，我心已深深知道，比上神荣耀外袍，我将如星辰般闪耀，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全地之上，你何等良善和美好，配得一切颂赞夸耀，这爱真建造着我，充满恩典盼望，使我灵成熟，活着已不再是我，如今耶稣是你在我里面活，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全地之上，你何等良善和美好，配得一切颂赞夸耀，这爱真建造着我，充满恩典盼望，使我灵成熟，活着已不再是我，如今耶稣是你在我里面活，我们一起来说，你爱，因我受造奇妙，我心已深深知道，披上神荣耀外袍，我将如星辰般闪耀。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安静知道他是神，他在这，他的爱很深，长阔高深，他的爱就在我们当中，他也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一起来，安静知道你是神，以马内利，你在这，一直都因你伤痕，你的爱极深，活着只因你恩典，正确因你的破碎，就算是沧海桑田，你的心不变，怎么配得你的爱？我像是尘埃，你竟然用心灌溉，永远都不想离开。对你的依赖，只想沉浸在你的同在。我们是何等不配得到他的爱，但是他仍然深爱着我们每个人。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再次安静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安静知道他是爱我们的神。安静知道你是神，以
伤痕，你的爱极深，活着只因你恩典。是的，我们活着都因他恩典，这却因你的破碎。就算是沧海桑田，他的心，你的心不变，怎么配得你的爱？我像是尘埃，你竟然用心灌溉，永远都不想离开。对你的依赖，只想沉浸在你的同在。渗透我每个呼吸，你的力让我苏醒，降服在你爱里，渗透我每个呼吸，你的力让我苏醒，降服在你爱里。我们再次说，渗透我每个呼吸，你的力让我苏醒，安静在你怀里。我们一起来唱。怎么配得你的爱？我像是尘埃，你竟然用心灌溉，永远都不想离开。对你的依赖，只想沉浸在你的同在。我们再次来说，怎么配得你的爱？我像是尘埃，你竟然用心灌溉，爱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离开。对你的依赖，只想沉浸在你的同在。我们再次来唱，怎么配得你的爱？我像是尘埃，你竟然用心灌溉，永远都不想离开。对你的依赖，只想沉浸在你的同在。亲爱的，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如此爱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是我们如此的不配的，我们在世上有的时候也会犯罪，做你所不喜悦的事情。但主耶稣，谢谢你仍然因为你的破碎整全了我们，爱着我们，让我们担心受怕的时候，你使我们心里有平安。就算我们像这世上的尘埃，你竟然能用心的灌溉，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个平安的灵，让我们能够在礼拜天的时候来亲近你。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我们能够走在一条属于主你所喜悦的道路上。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我们在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敞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能够坐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人生中的帮助。哈利路亚！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攻读主祷文。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请坐，我们先进行奉献。我们一起做奉献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聚集在这里，共同敬拜你。主日是我们一个特别的时刻，一个能够聚焦在你身上，领受你的教导和爱的时刻。今天我们要将我们的心灵献给你，愿我们的崇拜能够蒙你的喜悦，让我们的赞美成为我们的创造者、拯救者和供应者。这是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要为教会的一切事工祷告，愿你祝福我们的牧师和教会长职，赐给力量、智慧和洞察力，引领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我们要为教会的事工、社区宣教服务祷告，愿你的爱和真理在我们的中间彰显。我们也要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祷告，无论是身体上的病痛还是心理上的需求，求你医治病患，安慰伤心的人，提供有需要的人，并赐给我们慈悲和爱心，去关怀我们的邻舍和社区。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祷告，求你保守我们的亲情关系，让我们成为彼此的支持和鼓励。最后，我们要感谢你的救赎恩典，因为我们在这个崇拜中更深刻的经历你的爱和恩典。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先来看今天的我们教会的消息跟团契的消息。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为社区关怀据点银发族的后出兵，将要在明天9月4号陆续开课。那也请大家为这个银发族这个传扬福音的信息，要给这些银发族的后出兵的这些学员，因为他们都是6、7、8、90岁，让他们能够借着这样的在教会出入，然后在课程当中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阿爸父。那下主日呢，中午12点，这个就是有个教育部讲座，教会巡礼，就是宇都古今风情，就是如果有家里面有年长，他们就是可以告诉他们有这个宇都古今风情，讲员是蔡尚志长老，在4楼教室。那我们教会奖学金已经开始接受申请，那发放的办法，那请详阅下面楼下的公布栏。那我们请青少年团契辅导，那要在9月10号核算积分，要提交名单给我们教育部长。我们预定在9月17号要颁发。那请各团契的会长，我们将第4季10到12月团契内容与服事排班，
在9月17号前交给我们的干事会诊。那2023年7月份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在公布在楼下，请大家自行参阅。那今天虽然遇到台风的袭击，我们来不及准备那个，不是应该是教菜准备，可是因为怕今天停班停课，所以我们有取消自己煮，那一样有外送，所以今天有海苔卷跟红茶绿茶一样提供爱餐，请大家就是礼拜晚到1楼用餐交谊。那团体消息是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开始圣歌队开始要勤加练习，要准备我们12月的圣诞节节期的加练。那如果有遇到教会活动，我们会适时调整或暂停。那再来就是消息报告完毕。那我们如果奉献明细，如果有错误，我们再向会计更正。那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的话。我们上帝的话，我们记载在箴言30章7到9节。箴言30章7到9节。圣经上讲，我求你2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现在牧师要走一条不同的路。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93，这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对，93军人节。今天其实对我们建成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是对牧师，当然对建成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在6年前的今天，牧师封牧就任为建成教会的牧师，这样。6年前的今天，是我们一起凭着信心，一起走向上帝为我们预备道路的日子。牧师回想在当天封牧典礼的时候，我们乐团我们敬拜乐团也有在封牧典礼的一开始就带领会众敬拜。我们这些团员还有之前参与过的，应该都有印象。在那个盛会，在那个充满上帝荣耀的圣殿，也充满了赞美。那今天我们的经文，牧师邀请大家翻译一下我们的前面的圣经。箴言30章，因为今天会带大家看一下前面，就是今天的经文段落前面的部分。箴言30章在711页。好，这30章呢，在我们看圣经上面有讲说雅古尔语录，这是出自一位这一篇呢是出自一位智慧人雅古尔他的箴言，在第1节，特别在第1节的时候，他就有强调，说是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这个在另外的版本其实就是神谕箴言，这个真假的真有没有？第1节这个真假的真，其实它就是神谕，就是神的默示、神的启示的意思。好，所以第1节呢，雅古尔提到他所说的，接下来他要说的这些话呢，其实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特别在第2节、第4节，我们到第4节，我们继续看哦。第2节、第3节、第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来，请。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
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好，所以在这边呢，他一开始就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他这一位这么有智慧的人，他都自认为站在上帝面前是这么的微不足道的，甚至像牲畜一样。好，而上帝的作为有时候他真的是会让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也知道，像约伯他这样子的经历，他遭受到极大的这样子的灾难，也会不只是让他像我们在读约伯记就会想说：“哦，我不要，上帝这个灾难我不要，请你不要给我，我没有这么，我信心没有这么足够，好，我也没有这么有勇气，请你不要把像约伯这样的灾难降在我身上。”我们会抗拒，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作为我们会抗拒，我们会抗议，好，甚至我们会抗议。当有限的人试图以自己的理性去推敲理解上帝的作为，往往有的时候是走进一条死胡同。我们能想的有限啊，我们没有办法看，就是没办法完全去理解上帝的作为。在上帝对雅古尔的默示里面呢，上帝让雅古尔知道人就有属于人的限制，特别是在认识至圣者这个部分。好，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这里有讲说第3节说：“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接下来他就说了：“谁飓风在手中？谁能飓风在手中？谁能包水在手心里？”好，这边讲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我们最近有台风嘛？台风其实我们大家看那个云系云图，其实非常的，其实还蛮漂亮的。我们不要想它的先不要想它的威胁性，光是看台风的存在这件事情，它是非常有力量的，而且那个旋，这个旋让我想到那个名人，好，就是那个《疾风传》他那个什么螺旋丸的，有看那个《火影忍者》知道他的那个螺旋丸，好，那个螺旋丸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台风就好像那个螺旋丸在上帝的掌握中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靠近的，连那个扫丢红台不会扫到台风尾，我们大家就会被扫走了，更不要想说要把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好，谁能飓风在掌握中？谁能包水在衣服里？谁能立定地的四极呢？风与水都是让大地能生生不息的重要物质，所有的生命也在上帝所立的界限里活动，不论是在空中飞的、地上走的、爬的。好，水里面游的，还有引力，什么地心引力、万有引力啊，好之类的，涨潮，这会造成我们涨潮、退潮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还有大气跟洋流，哦，这是最近这个气象科学、地球科学，因为台风嘛，好，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这一切都牵动了所有物种的栖地，还有它们的作息。雅古尔他继续在第5节、第6节说，我们来看哦，第5节、第6节，他说：“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示你是说谎的。”在第5节、第6节里说，上帝的启示我们不能任意的增加跟删减，因为这里面包括了太多太多的奥秘，上帝的作为包含了太多的奥秘。如果上帝给我们启示只有1/10，好，如果我们以10%以整数来讲，如果上帝只启示我们1/10，那2/10到满这个部分，这是奥秘。我们任意增加，那就是我们是显为我们是说谎的，因为那不是上帝启示我们的。好，那不是上帝启示我们的。那么，身为我们看似这么微小、微不足道的人，这么有限的人，在上帝所创造这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我们又该如何活出自己的价值？我们该如何在有限跟无限当中活出那个平衡点？近前的雅古尔，他生怕自己因为获得了比较多的启示，因为这些都是上帝启示他的嘛，所以他写下来，而且还成为圣经的一部分。好，
雅古尔生怕自己因为获得较多上帝的启示，他就会抬高自己，就会逾越了上帝为他所立定的界限，又怕自己因为胆怯而退缩，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奇妙与丰富。于是他就向上帝求了这2件事，就是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7节到第9节，PPT 上面也有，当然你们的圣经也有，只是版本不太一样。我们就有 PPT， 我们就来看 PPT 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读 PPT 的，请。我求你2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拒绝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他祈求上帝让他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有限，但是这个有限并不是为了要让他觉得很自卑、很不足、很贫穷，而是让他可以转向无限的上帝，仰望他，信靠他。因为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创造本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我们都读过生物嘛，哈，在我们读那个整个生态的时候，就知道整个生态系其实是非常的完整的。这个创造的本身就是一个互相帮助、互相需要的存在。或许有人讲说，啊，蟑螂干嘛有蟑螂呢？蟑螂的目的是什么？牧师只能想到，蟑螂的目的就是给他的掠食者吃的，它要成为某一种生物的食物啊，这个生物链才会循环下去。为什么要有苍蝇？为什么要有蚊子？就是给蜥蜴啊、青蛙哈那一类吃的。那为什么要有蜥蜴、青蛙呢？就是为了要给，就是要成为某一种生物的食物，这样子，就是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的平衡稳定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创造的本身就是个互相帮助、互相需要的团契，不是只为了某一个物种。即便是人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人逾越了自己的界限，做得太超过了，所以才会有所谓大自然的反扑，对不对？才会有反扑嘛，那些污染嘛，就是我们已经逾越了那个界限。好，如果我们总想着自己哪里不够好，可能就会因为觉得不够啊，总会觉得自己太有限、太不够、太自卑的话，如果我们总是想着自己哪里不够好、哪里不足，就很可能会否定上帝创造我们这个人。我们可能连上帝的创造，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我们都会否定他。包括我们可能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对我们的身高不满意，对我们的胖瘦不满意，对我们的智商、EQ、才能，甚至于家庭背景等等的。其实真的要用放大镜看哦，很多东西都很不满意啦。好，真的要挑毛病，真的是挑不完。若我们无法以上帝那无限又宽广的视角来看自己，如果我们不晓得，其实我们是这么浩大的创造里面的其中一个存在，我们就很容易让自己陷入一个贫穷的状态。我们只看到自己的时候，会让自己陷入一个贫穷的状态，然后我们就会企图用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来掠夺、来抢夺原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好，很多时候我们会这个样子。那除了避免自己因为贫穷就偷窃，雅古尔也求上帝让他怎么样，能够适度的展现自己。雅古尔求上帝让他能适度的展现自己，能使用上帝所赐的恩赐才干，不会打肿脸充胖子，也不会让自己陷入一种虚假和谎言的网罗。其实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呼召不同，使命也不一样。就像每一个物种，它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它就有它的属于它的价值。人类也是一样啊，不同的人当然也是一样，在我们人类的社群群体当中，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就牧师来讲，因为今天刚好是牧师封牧的6周年，好，就牧师今天就拿牧者来做例子。像以牧师来讲，有的牧师是单身，有的牧师他有婚姻有家庭，那有的牧师他在他的背后有很庞大的家族成为他的支持。
那有的牧师又很多才多艺啊，会唱歌，会弹琴，会插花，会跳舞，会画画。总之，有的牧师就是十项全能。但是有些牧师呢，就是他比较没有特别显著的哪方面的才能哈，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好，那上帝的全能跟他的设立，就在于他会恰如其分的把不同的牧者放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为要完成他在这位牧者身上的修剪与建造，也完成他对这间教会的心意、他的计划、他的调整。但我们若无法专心仰望那位可以洞察一切的上帝，若我们无法真实面对我们自己当下的那个境况，我们就容易病急乱投医。就好像有时候我们求职找工作，我们如果没有知道说上帝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很多时候就是好有工作就先做了啦，先做了再说，然后做了以后就变得有点好为了工作而工作。我们要好好的先祷告说，上帝你给我的什么？你给我的恩赐才干有什么？那么我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你要祷告，你要祷告让那些公司可以看见你的特质，可以挖掘你潜藏的特质，然后呢，也让那些公司符合你的恩赐才干可以发挥的那些公司，他们的真才可以让你可以看得到，这是互相两方面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这样子浪费了上帝给你的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所有的这样一切。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很难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很盲从。然后有些牧师在找教会牧养的时候，也是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有些牧师他就为了能够只要有教会可以牧养，因为通常在以长老教会的体系去找牧师，聘请一位牧师就是长老的责任。好，那呢，所以有些牧师为了能够有教会可以牧会啊，就长老提出什么样的条件，他都 OK， 没问题，没问题。好，长老要我做这我就做这，长老要我做那我就做那，长老要我这个不要做我就不要做，他只要能求有教会可以牧就好了。那教会这一边呢，他为了要找到牧师来牧会，像刚才讲到一个十项全能的牧师跟没有什么显著才能的牧师，通常以一般人来想啊，我们会找哪一种牧师？如果是我，如果是你们我会找那个十项全能的啊，对不对？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嘛，这是很明显，我当然要找那个十项全能的。好，但是每一间教会的状况不一样，每一间教会在找牧师的时候，要先评估这些长老长职要带着，要先祷告，先评估我们自己现在的教会的情况，到底需要怎么样的人，仰望上帝把那样子的牧者带到他们的面前，而不是哇，就是专门去找那些十项全能的，然后进行抢人大作战这样子。结果呢，如果是这个样子，不管是牧者也好，还是教会也好，就是会走出一条充满虚假谎言，却不是上帝所安排的道路。有限的人真的没有办法推敲真理。我们以雅古尔的箴言，这个箴言30章就知道，有限的人无法以自己的理性跟智慧推敲出真理，也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跟道路，除非圣灵向我们启示。圣灵真的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个非常宝贵的礼物。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受洗的人都一定有圣灵常与你们同在，在适切的时候、适当的时候，圣灵就会向你启示他自己。雅古尔知道上帝必定会给他必须的，好跟他足够的那些东西，因此他希望上帝可以他可以适时的伸手阻挡什么呢？阻挡那些过多的好处跟奖赏。雅古尔希望上帝能够破坏，甚至他希望上帝能破坏那些无法胜任的晋升机会。有些晋升机会并不是代表你的能力不行，而是什么呢？适度的好处、奖赏或者是机会可以鼓舞人心，但是过多的好处跟奖赏，反而会让我们触发我们内心的贪婪。然而，怎样才是适度的好处？才是刚刚好的机会？才是
适切的升迁的这样的机会呢？怎样的位置是恰如其分的？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一直追寻一个位置，真的站上去之后，如果那不是真的属于你的位置，一旦站上去，你或许一开始觉得哇，我真的是被看中了，我真的是太赞了。你看，主管这么赏识我，好，然后我又可以多了好些虾兵蟹将，可以让我来那个，然后这个工作这个位置是我可以完全发挥的。可是呢，可能1个月、2个月还好，可能到了第3个月、第4个月、第5个月，可能你的身体出了状况，可能你的家庭出了问题，因为你可能顾不到，好，可能很多的问题，文明病就会跑出来。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通常我们都是后知后觉嘛，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先看在前面。然而，怎样才是适度的好处？怎样才是恰如其分的位置？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这一个心呐。只有上帝知道我们这一颗心在什么时候会变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要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的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适合我们的，但是我们觉得很适合，我就是要这个东西。只有上帝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连自己怎么样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们所图谋的到底是哪一条道路。从牧师开始封牧，6年前封牧成为牧师之后呢，就陆续听闻有许多，没有许多啦，就部分哈，少许好了哈，有一些少数的牧者会从网络上抄袭其他牧师的讲章，因为这都已经被爆出来了，没有什么，不是什么新鲜事，日光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好，甚至于是抄袭网络的一些文章。那近几年呢，又关于 AI 人工智慧非常的响亮嘛，非常的这个话题很热门，于是就有人说，其实可以利用 AI 人工智慧来写讲章，你只要输入几个关键字，好，比如说今天我就输入雅古尔，输入虚假，输入谎言，贫穷、饱足、偷窃、亵渎，好，我只要输入这些字，然后可能一个 Enter 键下去就啪，整篇讲章都出来了。干嘛还要绞尽脑汁？干嘛还要祷告？干嘛还要查考那么多资料？然后呢，跟上帝摔跤摔了半天，才讲章这样子才一个字一个字出来。好啊 ，Google 翻译直接把华语翻成台语好了。对牧师来讲，讲道篇最痛苦的就是要翻译台语这件事情。好，这是我最痛苦的事情。好，每次讲道篇已经很痛苦的生产出来了，然后呢就要面对翻译就是整个一个头3个大这样子。有 AI 人工智慧多方便呐！这些东西都可以不用去这么麻烦了。最近在6月份的时候，不是也看网络上的资料说，在德国进行一场实验性的礼拜。这个礼拜是怎么呢？就是整场礼拜都是由 AI 来完成的，有 AI 的乐团，有 AI 的那个招待，就是你进来。就知道说陈宇翔、詹若瑜有来做礼拜啊，没有来做礼拜的呢，好，比如说可能在礼拜结束之后就会接到语音电话，就是小贾今天好像没有看到你来做礼拜等等之类的，全部都 AI 哦，连讲道者都可以 AI 这样子，都可以来个 AI 这样。在德国，他们有进行这样的实验，实验怎么样？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上网去看这个实验结果如何这样。然而，上帝的默示，就是上帝的启示，不论是刚才讲的，有的牧师是用抄袭的，或者是用 AI 人工智慧来撰写讲章，其实都是一种亵渎啊。其实对上帝都是一个亵渎，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上帝自己。神是个什么？神是个灵啊。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AI 有灵魂吗？没有灵魂啊！如果 AI 有灵魂，那就真的还蛮可怕的。好，它没有灵魂，它没有生命，它没有温度，所以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上帝自己，何况是用完全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温度的 AI。然后也是用有限的人所写出的程式，这些程式语言，就连雅古尔这么有智慧、有洞察力的人，他都认为自己是蠢笨的，对不对？
好，所以呢，如果有些牧师他要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就真的是亵渎上帝。预备讲章其实对每位牧者来讲，都是在他牧会生活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吃力的一部分。若是抄袭或是利用 AI 就便宜行事，反映出的是什么？反映出的就是这个牧师啊，他的灵命已经贫穷到一个程度，要偷窃、投机取巧，他就用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来掠夺不属于神的东西，因为 AI 来的东西是不属于神的，但是他就把那个来取代上帝。他真的是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他所走的路是一条充满虚假跟谎言，是一条亵渎上帝的路。其实我们人从一开始，从一出生，甚至在胚胎的时候，就一直在抓取可用的资源。我们还在母体里，在子宫里面的时候呢，吸取来自母体的任何养分，不论好坏，照单全收。离开母体生育出来之后呢，仍然继续抓取他们能够成长的养分跟资源，一直到大家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还是常常在我们一生以后未来的道路上，还是不断的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份合一的感情生活啊，自己的情感能不能被满足，然后自己的收入能不能被满足，然后自己的能力才能有没有办法可以展现出来，等等的。然后收支有没有办法平衡啊？好，很多事情，很多问题会反映出我们心里所想的，会反映我们心里所想的，会反映我们的状态。什么状态呢？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贫穷的状态？总是担心自己哪里不够，哪里不足。之所以会觉得不够、不足，一定是在一个积极追寻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想法。就好像上个礼拜牧师有分享，我去夏令营嘛，对不对？我就想到要通关啊，对不对？我要通关。当我有积极想要通关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怎么样啊？体力不够，对不对？我如果没有很积极的想要通关，我就不会发现我体力不够。我就是站在那边看大家玩就好了。我不会发现我体力这么的不够或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好，所以之所以会觉得不够，一定是在一个积极追寻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感受。那我们身为一位上帝的祭司，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不确定大家是否常常感觉自己的对真理、对于上帝的智慧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常常会感到不够？还是我们想的比较多的都是生活上的不够，自己生活上的各种需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食物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上帝的智慧却不能偏废。不是说不能不要工作啊，不要收入什么，不是的，而是我们要抓取一个平衡。好，因为上帝的智慧才是一条通往永恒生命的道路。我们所赚取的物质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带我们进入永恒啊，只有上帝的智慧才能把我们带进永恒，看到无限的丰富。否则我们就是一直在有限的里面，像那个仓鼠在那边一直跑，那个轮子就一直转。我们的世界就只有这样子了。如果我们一直专注在我们的物质的需要。牧师在20年前受洗成为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在我受洗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还没受洗，我就已经在参加敬拜团的服事，所以我受洗的时候自然而然就继续在敬拜团，然后也参加圣歌队，还有彩虹妈妈的服事。那这些服事都需要不断的练习，好，就像你们每个礼拜都要练习。好，那我也是圣歌队要练习，敬拜团也要练习，然后彩虹妈妈也要讲故事，也要练习，然后还有读书会，因为每一个绘本都有它不同的角度去切入，怎么去跟孩子去谈这些事情。好，但是呢，除了这些练习之外，我投注了更多的心力在读经祷告的这个部分，因为我知道这些是服事，我是在做服事，我不是在用我的能力，我需要跟上帝有更深的连结。
我才有力量，我才不会因为人的缘故就跌倒，就或者是动摇，或者是放弃。不会因为这样，这些服事催逼我要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因为越认识上帝，我才能够越做得更坚定，也做得更喜乐。服事的道路理当是一条不会感到贫穷就想偷窃，也不会因为富足而骄傲的道路。服事的道路理当是一条供应无余，然后刚好够你用的道路。常说越服事越甘甜，这个越服事越甘甜指的并不是说得心应手，因为服事久了有时候会得心应手。但是我们会甘甜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得心应手，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得心应手有的时候反而会让我们骄傲，会让我们觉得啊，反正我都很熟了啦，那我不用练了啦，就这样唱就好，就这样弹就好了，就这样祷告就好了，就这样说就好了。那个得心应手容易有的时候会导致我们变得骄傲，觉得不需要上帝。越服事越甘甜，就是因为我们在服事过程当中要不断的亲近神，在亲近神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得到安慰，得到鼓舞，得到来自上帝的启示。我们会更深的认识他的全能跟无限。所以服事的道路呢，确实是一条越服事越甘甜的道路，因为是越服事越亲近神的道路。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我们的服事我们要认清。当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如果你有碰到拦阻，你有碰到难处，是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那些管辖幽暗势力，我们讲说魔鬼撒旦，我们是在跟他们征战。一旦成为基督徒，就会开始走一条服事的道路。其实一旦我们成为基督徒，就在服事了，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场合，当然在教会是一定的，好，还有在学校，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其实都是处在一个服事的状态。因为我们要跟众人来见证，好，就像刚才我们读新的诫命嘛，好，我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因为这样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践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呢？好，类似这样。所以我们不论在哪里，我们都是一个服事的状态。我们要随时随地的亲近神，唯有亲近上帝，才能让我们维持一个平衡，不贫穷又不富足。只有认识至圣者，才有足够的智慧，去选择一条即使会有风浪，即使不是那么顺畅的路，但却是一条上帝合神心意的道路。亲近上帝，认识至圣者，就能明白上帝的启示。那也只有上帝的启示，才能让我们摆脱那些空虚、充满谎言的状态。只有上帝的启示，才能让我们脱离那些不断向我们招手说不够哦，你的位置，你的赚的钱不够，你的职位不够高，然后你交往的那个人对你好像你的感情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支持等等的，会觉得自己不够。但是只有上帝的启示，才能让我们摆脱那些不够的状态。怎么说呢？我们一开始有讲到约伯，对不对？好，约伯的经历是大家无法想象，也完全抵抗、拒绝我不要成为约伯那样子的经历，约伯那样子的事情。当约伯的注意力，他一开始他只专注在自己失去的东西，正常人之常情。然后后来他的3个朋友就来了嘛。当他的注意力从他自己本身，他一直在问为什么，然后呢，他的注意力又转向他的朋友，他就不断的跟朋友在应对的过程当中，最后他的注意力转向谁？最后当他转向无限的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向约伯启示他自己，然后约伯才能脱离他的环境还是一样哦，但是他在那个当下他就突然醒了，他才能脱离那个空虚的状态。他说：“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或许我们会觉得说，这也太悬了吧？他还是一样满身的那个烂疮啊，孩子死都死了，房子也垮都垮了，他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会突然就转念呢？那就是上帝给他的启示啊。
上帝在约伯记里给他的启示很多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上帝要他去看、去观看这个宇宙，上帝如何创造你在这个宇宙当中。刚才我们的诗歌里面也有讲嘛，虽然我们是尘埃啊，我们虽然像尘埃这样子的微小，但是上帝却如此的对待我们，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牺牲他的独生爱子来救赎我们。如果我们一直专注在自己的缺乏，或者是一直专注在自己非常满足、骄傲里面，即便有上帝的启示，我们也看不见、听不到。今天因为是再讲一次牧师封牧的6周年的日子，所以牧师呢就以自己来做个例子。有一次在妇女团契中也有一些团契里面有一些分享，就讲到说，夫妻之间有什么特质是可以互补的这样。然后其中就有人讲到说，像义杰牧师啊，义杰牧师就很有洞察力，想他可以想得很多，想得很远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没错，他就是这样。好，然后结束之后呢，然后当天晚上嘛，就这个我就跟他分享，然后在跟他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了。我又有一个像上帝就向我启示，然后我就觉得蛮安慰的，也蛮满足的啦就是上帝向我启示什么呢？有一个念头就从我心里，就从我生命里面这样出来，就说我呢就像我不会想太多，我也不会想得很深入，不会想得太远太复杂。那我呢就像亚伯拉罕，上帝要我走我就走。上帝要我拔营离开往右，我就往右；他要我往左，就往左。我不会跟上帝在那边讨价还价。上帝要我走，我就走，我不会想太多嘛。好，上帝要我走就走，我有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义杰牧师呢，就像雅各，好，雅各就想很多啊，他也很聪明啊，想很多。雅各怎么样，就要跟上帝摔跤啊。好，一直跟上帝讨价还价，要摔跤，所以上帝非常知道我们的体质啊，他非常知道我们的体质，所以上帝先呼召我，我就走了嘛。然后呢，再找时间慢慢跟义杰牧师摔跤。义杰牧师他自己讲，他说如果我没有先做牧师，他也不会来做牧师啊。好，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好，就这样。所以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各自不同的特质。那所以他就先呼召我，然后再找机会跟义杰牧师慢慢摔跤。我们在各自的有限当中，回应上帝的呼召。意思是，牧师只举这个例子是，意思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你们的使命跟呼召，你们都有属于你们自己非常不同的特质，所以不需要去做比较，不用比说，谁比较怎样，谁比较怎样，不需要去做比较，我们就是衷心的回应这个呼召就好了。好，所以呢，我们就要常常在我们的呼召，在我们的使命里面敦促自己，尽量要维持在一个不贫穷也不富足的状态，因为我们只要一比较，就会那种贫穷跟富足的状态就会跑出来，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充满竞争啊，特别是在这个充满竞争、处处要展现自己能力的这个时代，今天的箴言。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以敬畏上帝为基础。箴言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讲要敬畏上帝，要以敬畏上帝为基础，要活出真实的自己，不会因为自己的有限感到贫穷，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富足、自己的长处自吹自擂。我们确实需要常常像雅古尔这样子，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富足也不贫穷。”让自己可以继续走在一条不多不少、刚好够用的道路。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让我们可以抛开那些虚假伪装，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活出真实的自己，因为他已经接纳我们。敞开我心中隐藏的脆弱，渴望你的爱温柔触摸，
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我。求主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至少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主敞开，敞开我心中隐藏的脆弱，渴望你的爱温柔触摸，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我，因我受造奇妙，我心里深深知道，披上神荣耀外袍，我将如星辰般闪耀。主爱坚定伟大，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全地之上。你何等良善和美好，配得一切颂赞夸耀。是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敞开，让我们可以抛开那一些虚假，敞开我心中隐藏的脆弱，渴想你的爱温柔触摸，不想停留在虚假伪装中，你完全接纳真实的我，因我受造奇妙，因我受造奇妙，我心里深深知道，披上神荣耀外袍，我将如星辰般闪耀。你爱坚定伟大，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全地之上。你何等良善和美好，配得一切颂赞夸耀。这爱正建造着我，这爱正建造着我，充满恩典盼望，使我灵成熟，活着已不再是我，如今耶稣生命在我里面活。你爱坚定伟大，远超乎全地之上。你何等良善和美好，配得一切颂赞夸耀。这爱正建造着我，充满恩典盼望，使我灵成熟，活着已不再是我，如今耶稣生命在我里面活。这爱正建造着我，这爱正建造着我，充满恩典盼望，使我灵成熟，活着已不再是我，如今耶稣生命在我里面活。主，感谢你，我受造奇妙，受造奇妙，我心已深深知道，披上神荣耀
我将如星辰般闪耀。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你浩瀚无垠的创造里，我们是这么奇妙的存在。主，在你圣灵的感动里，我们心深深知道。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爱不断被建造，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熟，让我们可以如晨星般闪耀。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感动与保守，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可以活出真实的自己，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带着喜乐、平安、恩典回家，好吗？嘿，呜！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哦，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哦，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好了，准备好了吗？哎，哦，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一起来！嘿，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一起唱！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更大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更大声！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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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好，我感受到义杰牧师很想出来跳，哎。